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冷气团到位，透早上低温是伫个新北市的富贵角13°1，这个东北部嘛开始来落雨。明仔载开始，清明4天的连假，前2天这冷气团的影响上明显。北台湾的高温只有16度，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啊，连假后壁这2天，初4甲初5，冷气团减弱，有机会出日头。 这个是什么？好像那个花糕啦，拜拜要用的。对，你配人再去。哦今天是不是要吃饱一点？礼拜就进入斋戒月啊，来自印尼的看雨，赶紧拜拜，因为雨要来啊！冷气团已经步步落南，透早气温伫新北的石门富贵角，干那13°1，这时气温会一直降，嘛较够雨。为卫星温度来看，台湾的西边华南分雨带已经挖过来啊，雷达的回波图，北台湾落雨信号是愈来愈密集。 透早北台湾有落雨，不过拜六过了后，开始呢全台湾拢会落雨。清明连假头2天，也就是拜六甲礼拜，拢是湿湿冷冷天气，提醒乡亲爱注意。 北台湾今天开始感受就已经比较明显偏冷了，然后到明天的时候，温度几乎就贴在14、15度附近，不会太大的变化。整体来说，在明天、后天的时候都是温度最冷的时候。而未来这个4天的连续假期，前半段的天气是相对是比较偏湿冷一点的，后半段的天气开始逐渐回稳，相对天气是变暖。1、2、3，对，肩膀活动。 趁了袂落雨，赶紧出门运动一下。连假头2天，冷气团的影响上有感觉。北台湾高温敢若16度，连假后2天，也就是初4甲初5，雨就较回，气温嘛回升。各地高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，迄个时阵就唔免阁热雨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